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我哋嚟到海濱南岸嘅2座，睇一個實用481尺，屬於中層嘅單位。咁我哋一齊睇睇。呢個單位廳嘅戶型係整個海濱南岸最方正嘅。咁而喺佢擺滿家私嘅情況下，大家都見到仍然有足夠嘅空間感。廳窗面向西南，咁佢整個景觀就可以望到尖東 K11嘅海景。大家睇到啦，廚房保養都唔錯嘅。咁因為佢係原裝設計啦，所以都係比較實用嘅。細房嘅間隔係可以做到小朋友嘅房或者係書房。而大房擺咗 Queen size 嘅5尺床之後都仲有足夠嘅空間。好，咁嚟到呢度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物業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